快啲啊！夠鐘啦！收回啦，政府部門。大家好，我哋係澳門經科民生促進會。咁我哋今日咧6月5號咧就係網上、線上加線下收集到1100多名嘅澳門居民嘅一個支持。咁啊主題咧就係優化2025年度現金分享計劃申請資格咧推遲到2026年度執行。咁希望咧我哋將我哋嘅1100位嘅澳門居民嘅民意咧可以係交俾我哋嘅澳門行政長官，希望佢可以係作為一個參考。咁啊到陣時可以俾到我哋一個書面回覆或者口頭回覆，澳門人加油！係啦，個鼓勵1千萬，要交翻好用到乜嘢？1千萬，要交翻下個1千萬呢度係。要交翻嚟200幾萬呢度，唔係一間唔係為市民講嘢嘅，嗰啲咩嘢社團呢啲，我可能就我想入個同鄉會啫嘛，咁難入，我係江門嘅喎，入個同鄉會得難，入幾年都入唔到喎。我眼見唔到啊！成日幫你寫㗎，去過啦。呢個話啲水你咪就成咯。有啲嘢先 OK 啊，我玩啦。橫街嗰度啊，好忙啊，得幾多人簽名？想用現金分享啦，唔該停車，要求政府優惠1萬蚊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